Hello， 大家好啊 ，Will 啊，咁今次我就嚟到阿聯酋啦，而我今次就嚟到首都啦阿布扎比度旅行啊。咁阿布扎比有咩玩？咁跟我嚟啦。講起阿布扎比咧，一定要去謝克扎耶德大清真寺啊！呢度嘅名咧就以呢度首任嘅總統命名啦，係一個好壯觀啦，亦都係呢度少數嘅免費景點啊！呢個擁有蛋形天幕嘅商場咧，就係大清真寺嘅入口。有樣嘢一定要注意啊！喺參觀清真寺之前咧，一定要喺30日內啦喺佢官網註冊咗先。如果唔係咧，會入唔到去噶。一入到前門咧，已經感覺到呢度偉大啦、神聖嘅氣息啊！一入門口就見到拱形嘅門頂啦，咁呢個係一個波斯風格嘅設計。入到嚟呢個中央廣場咧，更加感受到呢個神聖氣息啊！呢度連條走廊啦都係咁奢華咁靚啊！喺走廊望翻去水池咧，都別有風味啊！再行入啲咧，會見到呢幾盞巨型嘅吊燈啦，真係好壯觀啦，好靚啊，都吸引咗唔少人同佢打卡。大清真寺就行完啦，咁我哋依家去下一個景點。依家嚟到第2日啦，咁今日會有2個地方會去啦。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阿布扎比嘅羅浮宮啊。咁羅浮宮呢個名係咪好熟咧？冇錯，法國就係一個羅浮宮啦。但係嗰邊嘅藝術品咧就以西式嘅藝術品為主啦，而阿布扎比羅浮宮呢度咧就結合咗東方嘅藝術品啦，同埋西方嘅藝術品啦，所以聽落去內容好豐富啊！咁我哋一齊去大開眼界啦 ，Let's go！ 如果有背囊嘅話咧，一入到嚟咧就要做呢個行李寄存。入到嚟冇耐已經見到呢個羅浮宮嘅模型啦，咁呢個模型亦都好精緻啦，就連建築物底下嘅情況啦，亦都呈現咗出嚟啊！入到嚟第一個展區咧，已經係一個好嘥位嘅展區啊！呢個展區咁大咧，但係入邊嘅展示品咧就比較少。入邊會有一啲主題嘅區域啦，咁就好似呢個埃及嘅區域啦。講起埃及咧，一定會諗起呢個石碑圖像啦。另外咧，仲有木乃伊啦，同埋棺材啊。除咗展品之外咧，亦都有啲影像嘅展示啦。行到入嚟中間咧，會有啲比較散嘅展示品啦。例如呢套騎士裝甲啦，現場望落去咧真係好型啊！一啲華而不實嘅武器梗係唔少得啦。入邊就連日本嘅展品都有啊。展區比較後嘅位置咧，會有啲現代嘅藝術品啦。呢個展品咧就呈現咗古代冇嘅環保元素啊。睇展品咁悶，梗係有啲互動嘅元素加入喺入邊啦。除咗睇藝術品之外咧，羅浮宮嘅建築咧都係非常之靚、非常之精彩啊！成個建築物嘅頂咧就用咗呢種鳥巢型嘅設計啦，同埋由於佢係建立喺海上面嘅關係咧，海嘅倒影啦會反射落喺個天幕嗰度，呈現咗一種好幽靜啦、好靚嘅景象。仲有個好似行時裝操嘅橋啦，俾你哋打卡。估唔到博物館啦都可以近距離望海龜啊！到底呢度係海洋中心啦，定係博物館呢？其實入邊嘅展品咧仲有好多啊，咁就等大家發掘。參觀完羅浮宮之後咧，我依家就會搭車去總統府宮殿啦。咁嗰度除咗係現任嘅總統府之外咧，亦都係一個好宏偉啦、好奢華嘅建築物啊。咁我哋一齊去見識下啦 ，Let's go！ 依家嚟到宮殿嘅檢票處啦，點完票之後會有呢架接駁車啦，前往總統府宮殿。話咁快就差唔多到啦。呢度同清真寺一樣啦，都係咁奢華噶，但係唔同嘅係咧，嗰邊會比較神聖啲啦，而呢度咧感覺上會比較豪華啲。喺門口影完相咧，咁依家就入去內部參觀一下啦。入到嚟宮殿中央啦，呢度俾我嘅感覺咧好氣派啦，好豪華啊！呢啲拱形嘅圓頂咧，無論係清真寺啦，定係總統府宮殿呢度咧，都係好靚噶。跟住嚟到一個採光好好嘅地方。同時呢度亦都有個藝術品啦，俾我哋打卡。屋頂採用咗自然嘅透光啦，望落去好舒服。呢個藝術品喺正面影相咧要俾錢嘅，我哋啲冇錢嘅咧就會喺側邊影相。呢個擺書架嘅位置咧都顯現咗呢個智慧嘅表現啦。場內除咗大廳之外咧，亦都有種種大小嘅房間俾我哋參觀啦。咁呢啲房間咧亦都有唔同嘅功用嘅，就例如呢間會議室啦，仲有一啲擺宴會嘅場地。搞記者會嘅房間都有啊！除此之外咧，呢度亦都有種種嘅展品啦，又係一啲華而不實嘅武器啊！呢個藝術品咧真係好精細啊，係我呢度最中意嘅藝術品之一。
臨走之前呢，仲有人喺中央大廳嗰度表演添啊，感覺上賺咗啊！今日嘅行程就以呢個噴水池為終結啦。依家就行晒我3個去過嘅景點啦，咁我會喺度啦有少少總結啦。首先就係配套方面啦，我覺得大清真寺嘅配套就最好啦，因為呢個景點咧連接咗一個商場啦，咁就有好多嘢食啦，好多購物嘅位置啦。相比之下，羅浮宮啦同埋總統府啦附近就冇商場啦，所以揾食咧比較艱難啊。就算有餐廳咧，價錢亦都好貴。另外喺交通方面啦，如果你係同幾個人嚟嘅話咧，最好就搭的士啦。因為首先巴士會比較兜路啦，用嘅時間比較耐啦。另外咧，阿布扎比嘅交通啦，有時都好繁忙啊，有時上到車都有人逼人嘅情況出現。咁阿布扎比嘅觀光景點介紹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嚟緊條片咧，我會介紹阿布扎比玩嘅部分啦，即係亞斯島嘅4大樂園啊，敬請期待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